保羅今日喺中央圖書館畫掛，各位，新的一年天干地支已改，八字唔同晒啦，表示世運有新嘅氣象，人有新嘅運數。易經第25天雷無妄卦係最能夠說明2025年嘅世界係個乜嘢世界。人理解咗嘅世界就容易有合適而叻嘅行動。一個人對世界有幾多嘅認知與理解，人便有幾多嘅財富。呢個係好多成功人士嘅格言與睇法嚟嘅。妄，小學生會話妄想症，啱。妄，狂妄，妄謬，呢個謬就係荒謬嘅謬，說的是有人嘅說話想法好大，大到發癲，甚至大邪好惡，令人難以聽入耳，不能接受。各位，世界上大把狂妄嘅人，而最出名嗰個就係叫特朗普啦。咁有人話喎，特朗普絕唔係狂妄，佢係叻人嚟噶。咁而家保羅呢，就越睇越覺得特朗普今一次對付中國應該比上次係叻好多。咁有人就話啦，我聽過無妄之災4個字喎，無妄之災4個字同天雷無妄卦有冇關係？咁我答有。閣下問得好好，我亦都由呢一點講落去。妄想好，狂妄好，妄謬好，易經話背後都有成日扮嘢作大嘅意思，即係話裝模作樣啊，嚟到幫自己增強聲量，提高身價，又甚或是去害其他人啊，將自己嘅麻煩轉嫁到其他人嘅身上邊，而自己就一身都鬆晒。但係受害人呢，就被逼、被屈、被壓，就好似被火燒咁，又痛又嬲啊！咁大家要唔要做一個被逼、被屈、被壓嘅人呢？世界有狂妄之徒，中意作大扮嘢，佢甚至去強制別人啊，去敲詐勒索別人，其他國家要人哋就範嚟到獲取呢個利益啊！易經嘅天雷無妄卦嘅6三爻就提到啦，某日有人牽一隻牛去到市集，然後再唔理呢隻牛啊，自己走咗去啊，咁市集周圍嘅商販唔識冇理會，哎呀，問題嚟啦！後來呢個人翻嚟揾牛，牛當然早已經唔見咗啦。咁呢個人梗係姓賴噶啦，就責備市集上面周圍嘅人與嗰啲商販，要佢哋賠償。牛點樣唔見？咁仲使講咩？大把辦法啦，可能係呢個姓賴嘅人揾同黨同伙將隻牛牽走，有甚或是根本冇綁到隻牛，讓隻牛自己走咗去。而呢個無賴喺另一條街度將隻牛牽走，咁周圍嘅人而家被逼、被屈、被壓，咪就係無妄之災咯。點算好？易經話唯一辦法就係大家互相幫忙，你幫我，我幫你，團結一致，大家馬上開會腦震盪，去諗出最有力嘅理據，再諗出好辦法，然後去駁斥翻呢個無賴啊！甚至轉過頭來以最上乘、最華麗、最精彩嘅文采去鬧衰翻呢個無賴啊！然之後先至可以話係冇事。易經要人千萬不要走咗去逃避件事。易經話人走咗去，但件事都未解決，閣下一樣係污名纏身，俾人鬧偷牛。甚至你將來遇上同樣件事，你一樣係唔識處理，咁你就成世噶啦。即係話當今之世係發聲時代，講好過唔講，
又講得越早越好，越大聲越好啊！例如未清楚你唔好走，甚或是靚女俾我多啲時間，唔好周圍望。嗱，咁就啱啦，即係話乜嘢都講清楚，將責任釐清，咁就斷無妄之災啦。往下我從初九爻再講多啲。爻喺初九嘅時候，易經就話啦，無妄往吉。呢個往就去也，去邊啊？去教人啊！原來易經係好贊成人若然真的識，就去教人。咁教人嘅前提係閣下真係要識喎，即係話你比別人先學到，又比別人諗到啲好嘢喎。學到諗到都係要動腦筋噶，此亦都係動腦筋時代。各位唔要俾別人屈，將責任釐清，原來都係其次咋。易經於呢一卦就話啦，發聲好，教人好，仲要揾到自己嗰一份，即係揾到食啊！哦，呢點太重要啦。咁六二爻時，易經就話啦，不耕獲，白話文就係唔使耕田，唔使做都有收穫。哇，太好啦！咁唔使做都有收穫，易經係分兩點嚟講嘅。我先講第一點。第一點嘅時候，易經嘅注疏講得好清楚，讓人先去做，甚至讓佢成功啊！我照住佢成功嗰部分照做，再改少少，話係自己嘅創作，梗係咪慳水慳力又容易得到啊？咁呢個係此其一。第二呢，就係易經要人用心去睇，睇到價錢價值嘅地方與所在處。易經話喺人事物當中係好容易揾到價值嘅，咁關鍵就係你要睇到件事嗰件物件係人人都中意，呢個就係切入點啦。現代人中意發表，此所以世界便有許多社交媒體嘅平台，人們日拍夜拍，拍咗啲好睇嘅片段上載平台，咪造就咗呢啲平台興旺發達咯。平台只係做管理，其他乜都冇做，係你哋千千萬萬嘅你哋好勤力咁喺度做。有例如中國人努力製造，勤力生產，生產出好多貨物，又好勤力咁去揾市場輸入，咁別人咪提高關稅咯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咁提高關稅，好輕易咁就多咗收入，揾多好多，去解決佢自身其他嘅問題。咁保羅當然唔係叫人不生產不製造啦，只係想講明易經係有講到唔做都有收穫呢個道理。咁被別人唔合理咁加徵關稅，係咪就無妄之災呢？咁梗係唔係啦，因為你都可以禮尚往來咁回應，去加徵翻對方嘅關稅噶嘛。問題係你係一個幾大嘅用家，如果你嘅市場好龐大，你咪有實力以條件去做回應咯。好，九五爻嘅時候有趣了，嗱，正經係好事，易經係正正經經嘅書，易經於此爻就話啦，嗱，揾錢還揾錢啦，正正經經都可以揾到錢，妄唔好啦，就不如無妄，無妄可以人安樂，唔使食藥啊。易經仲話，人若然妄動妄想，係病嚟噶，係要食藥噶，而且食咗藥人都唔能夠十足康復。易經要人不狂妄不妄想，你估都估到啦，都話易經係一本正正經經嘅書咯。畫出此天雷無妄卦，又點出咗上九爻嘅朋友，最緊要就係留意上九爻所講，
人若然一妄，妄動好，妄想好，荒謬好，便立刻有災啊！咁有人話係唔係呀？會唔會呀？嗱，你唔信，你夠膽就去試一試，睇下會點。咁天雷無妄卦嘅六爻，我已經講咗5支爻啦，餘下一支就係九四爻。各位，九四爻無他，係要人堅持不忘，堅持又堅持。咁大家如果生性，都會聽得入耳嘅。天在上，雷在下嘅天雷無妄卦，其實係非常合理，因為係自然。只不過人喺遠古，好遠嘅遠古，人對於雷係冇辦法解釋嘅。咁冇辦法解釋嘅事物，所以咪有恐懼咯。又由恐懼而變成咗崇拜與膜拜。而雷喺易經亦都並唔係好嘅事物。易經認為雷係失常嘅事態嚟㗎，只不過失常與常態係共生共存而已。所以天雷無妄卦嘅六爻都喺度要求人，要人諗多啲好道理，又要人發聲講理由而渡過呢個難關咯。千不該萬不該，就係唔清唔楚咁中咗天雷無妄嘅陷阱。好，呢個就係人面對2025年最用得上嘅一卦。天雷無妄卦完咗未？未。後來被屈偷牛嘅市集上面嗰啲商人諗出咗反抗無賴嘅辦法。咁呢個辦法梗係有識之士教㗎啦。辦法就係商人齊聲咁話，市集上亦都唔見咗3隻羊啊，唔止一個人見到，係你呢個無賴所偷。問題嚟啦，如此抗爭嘅辦法啱唔啱天雷無妄卦嘅指示啊？又啱唔啱易數同埋天意呢？嗱，唔可以亂嚟就當係辦法㗎。睇下天雷無妄卦，咦？當中有風同埋山喎。嗱，風係咁樣睇出嚟㗎，而山就係呢一處。山喺易經係象狗、鼠同埋狼，狗、鼠、狼去打交係一齊上，集合眾人之力，8隻咁上㗎。既然有易經嘅提示，於是市集上陳老闆就話啦：我亦都唔見咗3隻豬啊！一定係你呢個無賴所偷㗎啦。而黃檔主亦都話唔見咗個親生妹妹，懷疑係呢個無賴搶走。咁又有人話唔見咗個老婆，又有人話唔見咗個妾侍。總之矛頭直指無賴。既然山喺易經係象狗、鼠、狼，勝在人多勢眾。而家市集上面所有嘅人都集氣齊聲，對住個無賴大喝一聲，無賴低頭諗一諗，鬥唔過喎，掉頭就走咗去啦。天雷無妄卦之中又有風，風係象知所進退。咁我保羅勸市集上面嘅人，既然已經嚇走咗個無賴，就算窮寇莫追啊！經此一役，市集上面嘅人打勝仗，個個精氣神都進步唔同晒。呢個就係喺易經於天雷無妄卦嘅復卦變卦中所睇到嘅。易經各卦都有復卦，以變卦所示。世界喺天雷無妄之後，人類正義嘅事業，社會上人均嘅財富，都有浩浩蕩蕩咁向前邁進啊！咁天雷無妄嘅密碼就係去揾同聲同氣，有同樣遭遇嘅，揾到之後馬上聯群結隊，增強實力，打死都唔分開放手同埋放棄，咁大家都會有利有益。咁今集完啦，再見，請。